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帶大家去食位於皇后大道東嘅雲發燒鵝。佢身處嘅位置非常顯眼，中華燒味店基本上來來去都係嗰5、6間，其實仲剩翻一間雲發燒鵝，我又未拍過。今日專登走過去食，就咁聽落個名氣係麻麻地，我亦都唔係抱好大期望。只係因為我拍到差唔多爭1、2間，我就拍齊中環成套。而喺中環最好食嗰間就係上環嘅龍邦，因為太近，上環我都計埋落中環。而我食過最唔好食嗰間呢，就係攞咗米芝蓮嘅一樂燒鵝。響入去食之前，麻煩未訂閱嘅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大家。好啦，依家終於行到雲發燒鵝。一位幾多個你哋？你哋唔同噶？唔同啊，係。而家呢個時間非常繁忙，我依家係需要同一個陌生人搭台。燒鵝叉燒湯奶啊！燒鵝叉燒奶係。飲咩啊？凍奶茶。見到佢燒味嘅收費呢，其實都幾貴，對比起其他中環燒味店。如果你唔係食特別貴嗰啲燒鵝髀啊，或者乳豬比較貴少少嘅燒味呢，咁燒肉雙拼呢都可能係50零蚊左右。湯嘅味道呢，似係雞湯加咗胡椒粉再加味精，所以唔需要抱有期望。瀨粉亦都冇驚喜。而叉燒雖然係瘦，但係食落去有筋，口感算係唔錯，食落係有啲爽。另外仲有一嚿窿邊得嚟唔係好脆嘅叉燒。燒鵝個外皮好脆，肉質唔會太乾，都總算係嫩滑，好有鵝味。但係對比灣仔嘅容哥燒鵝，實力就差一段距離。但總括來說呢，燒鵝我係收貨。最後張單係要70蚊嘅。中環嚟講，雙拼飯或者雙拼奶呢，呢個價錢都算係咁。總括而言，呢度叉燒就一般，燒鵝就合格有餘，同時亦都認證咗，求其一間都好食過一樂燒鵝。遲啲我會多啲去灣仔，因為喺嗰邊燒味嘅戰場鬥得仲激烈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